主后2023年10月27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荣耀的呼召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以赛亚书第6章第1节到13节。乌西亚王过身迄年，我看见主坐伫真悬的宝座顶，伊的长袍垂落来，盖满圣殿。伊的周围有撒拉弗天使徛伫树后，每一个有6支翅、2支蛇面、2支蛇骹、2支做10臂。因彼此呼应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伊的荣光充满全地。门口的军旗因为呼应的声摇拽，圣殿有烟满满。迄时我讲，我有知的，我灭亡啦，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，搁住伫嘴唇无清气的人中间。我的目睭有看到王，上主万军的统帅。然后有一个撒拉弗陪我来我遮，伊的手用火月对祭坛顶抹一块热热的炭，将炭捂我的嘴唇，讲：当即个捂着你的嘴唇，你的罪过已经除去，你的罪恶有得到赦免。了后，我听见主的声讲：我通找啥人？啥人要为着我去？我就讲：我伫遮，请找我。伊阁讲：你去甲即个子民讲，恁听阁听，毋过袂明白；恁看阁看，毋过袂了解。你着互即个子民的心顿，耳孔重，目睭花，才免因目睭看见，耳仔听见，心明白，活倒转来得到医治。我就讲：主啊，着偌久？伊应：着到城市荒废，无人住，厝无人徛，土地铁底拍远，一直到上主将众人徙去到遥远的所在，境内真侪土地受弃杀，连迄所在所剩的1/10的人，嘛会阁受毁灭。但是，亲像绿树、橡树，虽然互人吵起来，毋过树头还留地，迄个树头是圣的族类。荣耀的呼召。今仔日这段的经文讲述以赛亚见到上帝，上帝亲自呼召以赛亚去传讲伊的话。以赛亚受呼召的过程，就亲像摩西、耶利米共款，拄搭开始也是深感家己不配。伊甚至讲：我有知的，我灭亡啦，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，搁住伫嘴唇无清气的人中间。我的目睭有看到王，上主万军的统帅。以赛亚用家己的无清气，表明伊不配做上主的先知。当全能的上帝坐伫悬悬宝座的时，伊的威严甲荣耀充满全地。天使撒拉弗的上赞声响彻云霄。通想见的，这个异象对以赛亚来讲非常震撼，直到伊迄阵第一个反应是大叫：我有知的，我灭亡啦！圣经中捌侪摆讲到，若无上帝怜悯，亲捌见到上帝的人的确着死。以赛亚讲了以上的话，毋但显出伊谦卑认罪的态度，搁较显出伊深知伫上帝面前无人通徛会牢。不过，接续落来的经文，互咱知影，
以赛亚并无因为看见上帝就失去性命，对反，天使用祭坛顶烧倒的火炭捂伊的喙唇，宣告讲：当即个捂着你的喙唇，你的罪过已经除去，你的罪恶有得到赦免。这表明上帝怜悯临到以赛亚，无论伊感觉家己是偌尼啊不配。上帝已经用祭坛顶的炭火，将伊的过犯拢消除，搁赦免伊的罪。可见上帝呼召人大起先会施行赦罪恩典，甲人做伙行。上帝呼召人，毋是要互人受呼召了，就着家己想办法，食家己单打独斗。反倒转是亲自甲伊同行，上帝也会赏赐一阵伙伴，互因同心为上帝国来工作。2015年，我对台南新人院毕业了后，受派到新竹中会骄爱教会服侍。倒落时，就加入伫大桃园教牧事工联盟的牧者读册会，到今已经超过7年。参与即个读册会，互我伫牧养的路得到真侪牧长的帮赞甲提醒。伫牧养教会的时阵，难免会遭遇一寡困难。借着所阅读的册，彼此的分享甲带导，毋仅互我伫牧养的道路袂孤单，搁较互我享受伫牧者团契中彼此的关怀甲扶持。上帝总是施落恩典，互受伊呼召的人。伊毋但亲自看顾，还会差派属灵前辈，也是同伴来提醒甲帮赞，互受呼召的人会当坚持落去。当以赛亚听到主讲，我通找啥人？啥人要为着阮去？伊随时应讲：我伫遮，请找我。伊坚定回应，愿意受差遣。不过，蒙召之路难免有时会互人灰心意冷，甚至遍体鳞伤。求上帝帮助咱坚定信心，搁赏赐好的同伴，同心行伫上帝呼召的路。默想，上帝呼召我的时阵，我是停留伫提示的阶段，还是愿意行伫甲上帝相合行的路？上帝呼召我的时阵，我是停留伫提示的阶段，还是愿意行伫甲上帝同行的路？咱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愿意拣选卑微有限的我，求你破碎我、塑造我、锻炼我，互我一生服侍你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